哎呀，我这刚睡着，宝贝儿，别打扰我啊。你睁开眼，看看我是谁。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今日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那日江氏的事情我已查明。那日江氏更衣时，是江氏支走了所有的丫鬟，所以衣服是不是提前有人做过手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了？此事过后不久，我便猜到其中可能有蹊跷，只怪我一时太过鲁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比窦娥还冤？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此事是委屈你了，不过我希望到此为止。你有一颗想保护小三儿的心，我理解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江氏虽然外表温柔娴静，实则心思阴鸷细。你既然知道江氏的为人啊，无非就是个绿茶婊嘛。你说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绿茶。绿茶就是指那些清新脱俗、长发飘飘，在人前装的纯天然、无公害、岁月静好的样子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多愁善感、多病多灾、善于心计的女人。我自幼便与她亲近些，她性情温婉体贴，与我十分相投。唉，想当年，围在哥身边的绿茶婊也是数不胜数啊。也难怪了，我在那样的女人身上也跌倒过无数回了。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好生休息，伤好之前不要乱跑。您慢走。这副皮囊给我，算是白瞎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打我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昨天晚上齐胜到你宫中，不久之后，传来你的一声尖叫，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。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家暴可以忍一时，但不可以忍一世啊！谁说我被家暴了？谁说我被家暴了啊？这3天不打你是上房揭瓦呀你！啊？那叫声不多不少，不深不浅，恰好就是那种明明极其痛苦，却忍住不敢叫出声，最后忍无可忍才叫出来那种声音。你说，不是因为你陷害江氏，被太子责罚了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哼，我只想说你脑洞太大了吧你！昨天齐胜来给我上药的时候，我没忍住疼，啊了一声。难道是我这顺风耳不灵你了？我一直以为齐胜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小白的一个，没想到啊，你才是白痴中的战斗机呀！今日来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被江氏诬陷，太子又当众给了你一耳刮子，九哥怕你伤心，想请你吃顿饭。哎，
你去不去啊？哎，不去了。你跟九王说那事儿，我压根没放在心上，饭就不吃了。别呀，九哥要给你个惊喜呢，你不去，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？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特浪漫，带你看海。慢着，差点把惊喜给说出来了。哎，你已经说出来了。九王有你这样猪一样的队友，也真是醉了。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跟2个男人去看海，逗我玩呢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太医说了，我要好好休息。切，你不去，我一人去正好。哎，唉，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哦，这是饭店没错，我回到2015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呀！杨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九王约你见面的地方啊。姐姐，你不会吃错药了吧？原本杨岩告诉我你是不会来的，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。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我给的选择明明是1，你自己来；2，我背你来。你既然否定了1，我就默认选择2喽。太子殿下，娘娘她……你不必惊慌，我在这里等他就好。这家餐馆是我一个游历过欧罗巴的朋友开的，做的都是地道的欧罗巴菜，想必你是没吃过吧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没吃过。什么菲力牛排、西冷牛排，敢问哪个我没吃过？ Cheers！ 啊！哇，原来是灯海啊！此处应该有音乐，男女主角应该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街舞。这里啊，确实挺浪漫的啊。这眼神儿，我如果稍作迷离一下，怕是九王就要亲上我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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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擦亮眼睛。我的心和过去一样，尤其对你，从未变过。齐胜啊齐胜，让你天天惦记别人媳妇儿，怎么样？
现在自己的媳妇儿被别人惦记了吧？囧啊，你还是别看我了，咱们看灯吧。啊，鹏鹏，你确实变了，一点也不像儿时的你。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不管是玩游戏，还是和别的小皇子打架，还是私塾先生抽查背书，你总是偷偷暗地里帮我，只是因为我总把奶奶给我的麦芽糖偷偷塞给你。记得，我从小就爱吃糖嘛。因为成祖更喜欢三哥，便授意父皇立三哥为太子。有朝一日登上皇位，成祖又那么喜欢你，又刻意为你和三哥制造机会，后来果真随了成祖的心愿，我和你越走越远了。可是我觉得齐胜对我没什么情谊啊。三哥从小就得到太多，不懂得取舍，也不懂得珍惜。鹏鹏，你从小就向着我，你的心意应该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变吧？齐胜啊，虽然对我冷漠刻薄了些，但我毕竟是太子妃嘛。我如果向着你，是我冒失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宝贝儿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人呢？宝贝儿。回来了。看齐胜的神情，嘴角微微向左侧倾斜，不时地抿着嘴，眼睛微闭，神情淡定自如，甚至带有一丝的微笑。看来他并不知道我去了哪里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你脸上的伤尚未痊愈，还是多注意休息为好。多谢太子殿下关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天色已晚了，不知太子殿下来我这里有何贵干啊？你是我的太子妃，我来你这儿一定要有事吗？啊，没有，只要您开心，一切随你。既然如此，你给我放松一下吧。陪父皇看了一天的奏折，身子乏透了。原来是想做马萨吉呀！哼，好说好说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有话问你。不知鹏鹏现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啊？什么？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齐胜啊，齐胜！老子什么男人也不喜欢，老子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。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爱是可以跨越性别的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那鹏鹏觉得我和老九谁更讨女人欢心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些都不重要。天注定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今夜就当作是你我之间的闲聊，不必把我当作是太子。你也暂且把太子妃的身份放在一边。
真的？真的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只当作是玩笑之谈。我只是想知道，除去太子的身份，我在你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若这么说，我就给你分析分析。像你这种成熟沉稳、冷峻腹黑的人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容易相处。你看，你整天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在你面前连玩笑都开不得，更别提什么情感交流了。哎，就算想和你打情骂俏，也要先练练，对着你这张面瘫脸，能不能忍住不笑？你接着说。哎呀，不过我觉得像那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男人，通常就很有亲和力。和他们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，自然而然也就多说几句话，多开几个玩笑，久而久之呢，关系就近了。所以，当然是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女人喜欢喽。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哎，这种事儿哪有对错之分啊？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强公公求见。进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要替皇上去江北大营巡查，命您陪同前往呢。让我去？是啊，太子殿下吩咐说，到时候他会随护卫队先行一步，娘娘则有专人护送。哎，强公公，我能不去吗？娘娘能陪太子殿下出访，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呢。娘娘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奴才就先回去了。好端端的，去什么江北大营啊？这么快就到了，太子人呢？娘娘，这儿并非是江北大营，而是通往江北一个最重要的货物中转站。军中粮草、物资等等都是从这儿中转的。哦，哟，什么大事能捞我女神姐姐来这儿啊？随军家属，身不由己。看惯了军中的装束，你这身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肯定能流行起来。流行什么呀？这种制服诱惑早都该过时了。我呀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娘娘，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。看见没有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在这跟你瞎聊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这，哎，别走啊！这，回头带了桂花糕跟你慢慢聊。这。哎，我问你，去江北营中走哪条路啊？这条最近，那个方向能到江北营中？那个方向刚好与江北大营相反，是去往青浦的方向。坏了，我觉得这个李侍卫不对劲儿。那个方向能通往青浦吗？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条捷径。快，速速通知九王，让他往青浦方向去。是。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冤，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
我上厕所啊！我上厕所。娘娘，对不住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！杨言。姐姐，快跑！撤！怎么办？撤！快跑啊！不好，杨言，该不会他一个人追杀不成，又搬来了千军万马的追兵吧？撤！姐姐不用跑了。撤！看来，九王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什么猴子？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应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哎，杨言，姐姐，你醒了？你九哥他人呢？正审问的刺客呢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丁，不辞辛苦地清洗夜壶、打扫茅厕，现在却来行刺太子妃。你既说无人指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何居心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求九王赐死。死我也会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以为我现在才注意到你吗？你到我府上的第3天，我便派人查清楚了你的底细。你是谁派来的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只是我不知道你和你背后的主子到底在谋划什么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是谁，又何必过了那么久也不杀了我？现在却来审问我。本王还有一事不明白，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却在江北现了形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对太子妃下手？今日事成，我定不会亏待各位兄弟。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，现在就等候你一声令下了。今日把他们一举拿下，通通拿下，全部拿下！我忍了这么久，本王就靠今日翻身了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谁还敢在我的头上拉屎？你可知道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。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。石其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的身上。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
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九哥，不好了，齐胜人马朝咱们这儿来了。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，快去帐外迎接。嗯。大胆九王，居然差遣下人行刺太子妃！太子殿下，娘娘深夜流落在外，臣弟怕娘娘清誉受损，便容留娘娘在臣弟帐中休息。我的遇刺与九王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九王的人救了我。那行刺之人已经拿去审问了，原来幕后指使另有其人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还不就是刺客是我一个人审的，还没有说出幕后指使是谁，便挥刀自宫而亡了。自宫？他自宫前都说了什么？并未说出有用的消息。快去保护娘娘！娘爷，快跑！娘娘，快跑！快跑！九哥，你去保护娘娘。看地下危险！这是几个字？
刺客，应当奈我何？让开！卑职奉了皇上的旨意，要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全，恕卑职不能从命，保护好太子殿下。这是哪门哪派的武功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挺厉害的。管他哪门哪派，上！你快走！太子殿下，我等已将刺客击溃，卑职这就去四处看一下，是否有同伙。你们这群废物！怎么办？顺水游到下游去。走。酒啊！走。张鹏鹏是不会水的。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2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2次偷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！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我和老九，谁更讨女人的欢心？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抱紧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把这条河给我收遍了。是。别跟着我，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往那边搜。是。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张鹏鹏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不准死，我不准你死。刚才是谁说水性好的？刚才在水里，手臂突然使不上力气了。谢谢你。我不忍心看你受伤。
瞬间风吹过胸口，才发现你不在我怀中。10000年只是句形容，我懂。疼吗？忍着点啊。听过的人在心动以后，你会握着谁的手不放松？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鹏鹏，鹏鹏，鹏鹏。你快醒醒啊！你不是号称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吗？你如果就这么死了，后宫的那些宫女们也都别活了。鹏鹏，危险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鹏鹏，齐胜不仅设计害我，遇刺时他也冷眼旁观，九王却舍不救我。由此看来，九王才更值得信任。要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九王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。关键是他要先醒过来呀。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！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救我，但是今天你为兄弟我两肋插刀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你要是能挺过这一次，今后我没准就和你穿一条裤子了。坏了，该换布条了。你醒了？你傻笑什么呢？不会是烧傻了吧？哎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真不记得了？我是你哥，啊！以后在外面见到我，管我叫大哥，记住了吗？鹏鹏，我确实不认识你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意外。原来没傻呀！啊，不过你做的这一切，也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来，慢点。依我所见，你已经成了齐胜欲罢不能的人，得不到便要毁掉。想必来江北之前，我一直对你过于关切，忽略了齐胜安插的眼线，而他早已对我们之间的往来了如指掌，定是他被惹怒了，才对你我起了杀心。这么说来，是本王忽略了自己的言行，害了你。这也怪不得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我也只是泛泛的君子之交。是齐胜他想多了。
时能逃过此劫，回去后定要谨言慎行。没错，这次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争皇位的事儿，路途艰辛，任重道远。齐胜这个人性情冷漠，心机叵测，不是一般人斗得过的。你有没有想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？你我不争便能平安了吗？是他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的。争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；不争，就只能等死。你和我这一点倒是挺像的，我也常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。一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就一天觉得不稳定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大可不必如此忧虑。齐胜向来行事周全，顾全大局。他这次的计谋被我们化解了，便不会硬安一个罪名来杀我们。他要再想杀我们，也要从头谋划了。看来你倒是很了解他。不过既然你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更不能饿着了。我去找点饭来，顺便打点水，啊。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来，啊，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靠！都要杀了我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又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知道疼啊？你撞一个试试。该不会是脱臼了吧？我去给你找个树枝捆一捆啊。等着。哎，你站住！碰碰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齐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。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1、2、3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啊！九王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穿上。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？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也好。
哎，我们不能坐这儿等死吧？会有援兵来此处营救，不过是援兵先到，还是刺客先到，就无从而知了。这次刺客来的蹊跷，难道富平的驻军也混入了外人？军中守卫严密，若非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是不可能抓准了时机趁虚而入的。此次遭遇埋伏，很可能是身边人所为。没想到他竟有胆量做出此事。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平日里真是小瞧了他。是谁？该不会是赵王吧？不可能，他那个怂蛋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他确实有作案动机。赵王的绿帽子戴了那么多年，也太不容易了，能干出这件事情，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。绿帽子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绿帽子是指自己的媳妇儿跟别人鬼混。张鹏鹏，嗯，你过来。干嘛？你想做戏给别人看，你可以借位嘛，干嘛来真的？你若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了他的命。齐胜啊齐胜，我和九王在河里已经抱过了，人工呼吸也做过了，昨天晚上还孤男寡女的在小树林里睡了一夜。我看不只是绿帽子的问题，你这脑袋都冒绿光了。你看看我，既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你尽管放宽了心。给我搜！是！你们几个，去那边！是！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？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谁更能得上天水里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哎！下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无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鹏鹏，鹏鹏，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。啊，鹏鹏，张鹏鹏！别乱碰！我怎么受伤呢？你从山坡上摔下来的时候，割到了脑袋，一定很疼吧？哼，风雨中这点痛不算什么。
哎，你跟我说，刚才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帅呆了？幸好来的是自己人，若真是刺客，恐怕你也没机会在这跟我争强好胜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可是九王现在在哪儿？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他，这个醋坛子不就马上又打翻了？我晕了之后，你们都获救了？嗯，其他人都已经赶回圣都了。哦，真没想到，这次江北之行，竟遇到了如此多的事端。哎呀，啊，可不是嘛！短短数日，我已经 N 次险些没命了。你果真知道，那天杀你的人是谁派的？我知道是。他这摆明是在试探我。我如果知道是他，他还不把我杀人灭口啊？我知道是谁才怪呢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现在没事就好。殿下，急报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没我的吩咐，先不要出去。孙儿启圣，你父皇于昨晚走了。由于事发突然，你要速回商议你父皇身后事。你是太子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朝中有许多大事需要你回来处理决定。事不宜迟，吩咐下去，立即派遣军力，与我一同北上。是。事发突然，圣都那边形势严峻，十分危险。在我没有十足的胜算之前，不能让太子妃和我一起冒这个险。这里背靠江北大营，江北的水军都是我的亲信，是极为安全之地。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侍卫和下人，留在这里伺候娘娘。是，殿下。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哦，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一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哼，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嘱咐卑职们在这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。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在九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呀！娘娘，九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差。哼，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哎。万万没想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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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葡萄变成了葡萄干啊！娘娘，娘，
娘，绿篱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绿篱呀。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闻到人味儿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样子。要不是我，你还见不到娘娘呢。我承认我是想来，但是你不是也一直求着我跟你一块儿来吗？是，小姑奶奶，是我求着你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对他动了春心？娘娘，几天前皇上在奉天殿登基，紧接着就命奴才来接娘娘回圣都了。皇上还特意叮嘱，让奴才一路上小心伺候娘娘。奴才怕有闪失，就把绿篱给带过来了。新皇登基？是呀，娘娘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先皇一夜之间就暴毙身亡了。奴婢足足哭了1个晚上呢。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呀？这先皇怎么能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先皇驾崩了，可不是嘛。九王接旨。敢问公公，是接的谁的旨啊？当然是皇上的旨了。九王殿下，跪下领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齐汉于江北救太子妃有功，赏白银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官职加升1品，革去原有一切职务，改司内务主管一职。即日起，九王府监禁解除，钦此。九王殿下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谢圣上恩典。奴才是来宣旨的，不能陪您喝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听。哎，喝不喝？啊，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你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？要杀要剐随你便。我是来看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的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我自己时日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我趁着现在我自我潇洒，管不着我。谁告诉你会死？庸人自扰。还是先听旨吧。我不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王因误信贼人之言，致使众多皇室贵胄被困江北，当判死罪。当今圣上念其手足之情，免其死罪，免其一切官职，留其王位与宅院。留其王位与宅院。我呸！钦此。 ，我亲你个头啊！
你以为你不杀我，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呸！我呸！我呸呸呸呸！你这是诛心，你杀了我更狠！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这的用心。我不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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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永远不会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明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